但是我现在治愈了。啊，医生当初宣布我只剩半年的生命期，但是我也因为这个依云姐跟黄大哥跟我鼓励说，哎，来学个攀树嘛，多一项技能。那时候是病恹恹，整个就是阿弥陀佛，因为我都没有头发嘛，去买荤的，还跟他说啊，尼姑哥出来的假巴呢。但是我觉得我本身有在爬山，我有在运动，接触了运动以后，哎，对这个攀树我有很大的兴趣，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少年的时，咱就是讲有在爬树啊，头班练舞，头班摇头嘛。但是今麦是光明正大的攀树，而且又有一个很安全的设备，又有很好的教官在带领我们。我建议说，哎，因为各位都比我们年轻嘛，可以多多出来接触。真的，我可以，你们也可以。加油，谢谢。OK，夫妻档来吧。